မာတချင်းအေးလေးတစ်ပုဒ်နဲ့ဖြောပြချင်ပါတယ်။လာခြင်းအနီးလေးလို့မြင်ရပါတယ်။就没事，没来这一刻为得的牛肉汤，妙妙的声音啊，可可的对吃的，包容木的谁啦，抓谁子。大过被对的能够大些天，你这个谁了的水，撇下了对看的谁，水眼空变得长鼻子，对着可那瑞，对面飘飘的是，冷我的怎么样，不看没想飘飘耶，伸手。这夜里泪涩涩就没事，没拉着眼以为的等有人听，妙妙的声音啊，可可的对吃的，包容木的谁老抓谁着，对么拉拉都累爱的加比是，大古本对的那么个大些天。撇下个谁了的水，你扎了对看谁，水眼空变得长迷思，对着可那瑞这边飘飘的是，冷话的怎么样？偏没想飘飘也伸手的高位，哦，太阳们老早些边，拉着眼。就没事，没拉着眼以为的等有人听，妙妙的声音啊，可可的对吃的，包容木的谁老抓也是。这是什么嘞？这是什么？